神秘的山中魅影系列1，中央社记者卢泰成台东县24日电，消失近半世纪，森林中的魅影台湾云豹，今年公告的台湾保育名录依然保留着它的名字，保育界希望它还存在森林某角落。林务局今年1月19日公告最新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录，保育界和原住民社会相当关注，象征台湾生态保育指标台湾族圣灵的台湾云豹是否会从保育名录消失，正式公告绝种。公告结果，在一级保育名单里依然看到台湾云豹。曾经参与保育名单审查的一所大学副教授、东海大学生物学研究所博士赵仁芳说：“将台湾云豹除名，这是大事，要所有哺乳类老师认同。毕竟台湾云豹是台湾动物的象征，要考虑社会观感。再者，这20年都陆续听到有人目睹云豹。”但都没办法证实，一旦公告拿掉会引起反弹，尤其是原住民社会，这是很尴尬的问题。保育界不太想去面对，也舍不得公告它绝种。林务局保育组组长夏荣生说，目前台湾云豹还是在保育类名录内，如果后续除名或调整，会邀请专家学者讨论。再做确认，要消失多久才除名，基本上是没有定见，会请学者提供比较专业意见，或者参考国际的看法，没有预设立场。到目前，包括国内、国外也都没有定论。他说，过去在审查保育名录时，有和专家学者讨论过台湾云豹的问题。到目前还没有明确定论有要将物种灭绝，在台湾目前还没有物种要列灭绝的相关机制，后续会找学者、专家一起做相关交流和讨论。18年前，由博士裴佳琪和江博仁带领的大武山自然保留区和周边地区云豹调查团队，从民国90年1月至93年5月，以自动照相机和毛发气味站在大武山自然保留区和双轨湖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内的中海拔湖沼区，针对台湾云豹及其他中大型哺乳动物进行调查。总共设置400个自动相机样点，13354个自动相机工作天，共累积16000张照片，加上持续架设捕耳的232个毛发气味站，结果没有搜集到台湾云豹仍然存在的记录。我认为云豹还存在。台东大学教授刘炯熙表示，他曾经访问过台湾族长老蔡爸爸。蔡爸爸说，云豹是非常隐秘而凶猛的动物，擅长在树上活动，很难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土狗也不是他的对手，得好好规划，出动数十人从各个面向围捕才有机会。因此近20、30年来未被直接猎获也很正常，但他在1998年访谈布农族狩猎文化时，有人声称多年前曾捕获云豹，因怕被野生动物保育法取缔而自行烧毁。宛如山中魅影的台湾云豹存在与否，仍是个谜。但如同江博仁在调查报告中所言，在一次调查中，在小鬼湖林道巧遇要去小鬼湖的卢凯族人长辈邱金氏，大家好奇地问邱金氏是否有云豹。邱金氏却带着微扬的嘴角，像是慈祥的祖父说着有，还有。此时大家就像围着祖父膝前的孙儿女，拼命地问着在哪里，在哪里。
当大家屏息期待答案揭开云豹神秘的面纱，望着祖父逐渐张开的双唇，却是吐出云豹在我的心里。编辑：陈俊硕，1080224。